介紹呢件呢，好有女人味，好似瀑布咁樣包圍住成個身嘅一件衫。咁佢嘅顏色好微妙，係灰灰地、啡啡地色，成件都係透嘅。咁然之後呢，佢前面最特別嘅呢，係佢嗰個 collar 位置呢，會做一啲 drippy 嘅重疊效果，唔係淨係 V collar 咁簡單。咁佢成個你係可以自由咁樣捆綁你腰身，唔使驚話佢會着到好脹，因為佢綁係綁上面，都可以送你個肚嘅小腹喺下面，咁好正啦成件事。咁你可以喺胸口度襯一啲長頸鏈，又或者有啲鑽石頸鏈咁樣，好有女人味，好好睇。咁你入面當然係會打底啦，因為佢係透噶嘛，咁所以其實唔會構成走光嘅問題嘅。咁佢手袖亦都做得好靚啦，咁啊有少少收細，成件事好似瀑布咁樣塑造咗一個女性嘅線條美，好好睇。